礼拜就是讲礼，这个礼就是讲尊重。咱人吼有尊重咱家己，才咱去尊重别人。比如讲今日咱讲一句话，先想我家己的接受，较做真正的工作。咱毋爱别人讲歹，但是咱甲想讲，当你讲歹，互人听。对天
用，嘛毋是有我家己的利益，嘛毋是我家己我家平安是要去互天人甲人的之外，嘛去造成这个难啊！这纯粹邪啊！这行物件是为了我家己咧求呢，是为着人的之外咧求的，所以其实安尼这个点个才会出来。咱讲见天啊，见天尊贤，啊见人尊上尊信啊，尊师。所以今日人见人爱尊师，做人爱实在，大家到底该做人要实在啊！你讲今日囡仔讲偌好啦，称兄道弟哦，到时啊分道扬镳啦，我来会当讲做伙甲作好势啦。所以人为虾米做伙较会久？讲实，做人实在，讲话实在，做事实在，上事实在啊！哦，诚实、踏实、哦，老实，哦，这个是咱今日理解啦。安尼听就简单的去记，然后互相尊敬、互相尊重哦，然后就总结，人就是义务安尼所有人太济啦。所以哦，世间所有人，我医科啊、研究啊，讲哦，所有人要上爱道德，就是上爱道德。你看好调好道理，做伙高调高道理，做伙难，啊做到要
工。